終於嚟啦！正式嘅 G1 飛天派史靈。飛天派每位嘅成員呢，都有住一個機械人基礎形態嘅規格，即係話單純嘅軀體唔存在住任何嘅稜角啦、部件等等阻礙到嘅可動性。再加上手腳4名變形金剛都擁有住極之類近嘅基礎結構啦，可動上嚟講係不相上下嘅。變形嘅過程大體上都係咁樣啦，收下手收下腳嗰種。不過佢都有作出一啲變改嘅，令佢嘅飛機形態呢收納得更加好，亦都配備咗起落架。咁我又再一次講啦，一定呢又會俾人拎嚟同 Cabana Wars 版本比較啦。CW 就係 CW， 唔係 G1 原因呢就唔再重複啦。當年呢被咒罵佢哋係用銅模，今日就到 SS 版本嘅不足，又令到 CW 版本被人捧到上天。其實呢，我覺得兩者都有佢哋各自不足嘅地方，可以做得更加好。然後下一隻啦，我哋仲有空襲。所以今日講乜嘢 CW 嗰啲好啲，其實對兩者都係唔公平嘅。當年銀戰嘅倒插式合體呢，就真係驚豔到我喎。當年咪有好多人話佢真係好肉酸。點解今日又變咗好睇又好正嘅呢？其實我想講呢就係呢一樣嘢。好似講緊佢哋嘅變形呢，就完全唔一樣嘅。CW 版本呢，就係拍下隻手縮下隻腳呢，就變形完成噶啦。SS 版本呢，就多咗步驟，就更為豐富，但係就絕對唔繁複。不過你睇到個腳掌呢，就係接到喺前面嘅，咁就令到個飛機底部厚咗，就稍為差少少。我中意佢嘅身形比例啦，比起 CW 版本呢，更為強壯。CW 版本嘅機械人身體呢，個比例係瘦嘅，而呢一款成身嘅比例呢都好好，就連戰機模式呢都係好好睇。話咁快呢個變形就完成咗啦。觀乎萬能喪士、飛天派同埋建造派嘅處理呢，相信日後其他變形金剛都會採用骨架式嘅合體方法。雖然大家睇到部分角色因為咁樣呢而更改咗個身體比例啊，呢個做法睇嚟係為咗主打合體金剛時嘅穩定性咧，同埋優先有關，無疑咧就會因為咁樣而需要放棄一啲部分啦。今日開箱嘅內容就係以上咁多。如果你認為我嘅影片對你係有幫助嘅話，歡迎訂閱、讚好、留言、分享。更加多嘅支持可以 Super Fans 或者透過 PayMe 請我食個飯或者飲杯咖啡。多謝你啊，下次見。